四季豆的台语叫做敏豆，请问为什么咱会讲敏豆呢？来，敏豆，冰豆材料，桂蜜应该是无啥有可能。你捌听过无？英文的四季豆的英文有谁会吗？我想敢若平会晓吧，但是一定袂甲你讲。我感觉是生了真紧，生了真紧，对。英文来的，所以你感觉是英文，啊，你感觉是生了真紧，要讨论到底是多一个？紧的，啊，爸爸，你知影英文叫啥无？用药的啊。最后5秒来，咱看，还是队长来做决定啊。 2、来， 1，我选，我你决定啊。 B 啦 B， 你确定是 B？ 生了真紧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是毋是 B？ 生了伤紧，对唔对？啊！生了真紧唔对。哎呦，平诶。 10分有一个理论，你看袂出来，阮田对你的爱意吗？我感觉到啊，感觉到。我歹势啦，我无跟你这款啦，我你无跟这款。应该是第3个啦，C 啦，因为豆啊的英豆啊文就是英文啦bean，B-E-A-N， 冰可能冰豆啊，安尼。哦，冰豆啊，冰豆啊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是毋是对英文来对唔对？ No！ 弟弟无听爸爸的话。哎呦，别乱！老师，是三先开水这里。老师。好，咱这个马街传教士马街牧师吼，伫个这19世纪尾20世纪初有传一寡这个外国的食物吼来咱台湾，啊，包括着这个四季豆这项物件。啊，因为迄当阵拄入来，大家嘛毋知要讲啥嘛，啊，人就问马街牧师讲这叫啥？伊讲这叫面啊。 嘿，啊，拄则讲迄个 BEAN 吼 ，BEAN 其实毋是饼，是面，是过面的面，迄个面的音才对吼。啊，所以讲就讲啊，这是面，啊面就是豆就是面啊，面豆加起来安尼啦。嘿，所以这是对英文来的。